党的党主席黄国昌高压集团的风波继续来探烧，即摆是牵出一间叫做凯斯的国际公司。进前黄国昌讲，伊无熟悉凯斯国际负责人李丽娟，但是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来压料，讲黄国昌的太太高雄的户籍都挂伫个李丽娟名下的厝。黄国昌今仔日来翻唱，讲遐个内容是甲一寡蓝蓝山山的物件斗做伙。黄国昌讲王义川侵害他人的个资。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，这栋厝龄卖50栋的旧大楼，根据政治评论员李正豪压料，其中一个厝主就是李丽娟。伊也敢若就是凯斯集团的负责人。李丽娟这个名字似乎现在已经粘在她的身上，不论是王义川的爆料，又或者是现在的不起诉书当中，李丽娟根本不是像黄国昌所讲的不认识、不相干。透过公开资料，黄国昌帮叫服务处地址登记负责人就是因某高雄。检察部调查发现，有一个姓郭的女子，户籍登记伫李丽娟敦化南路一段迄间厝，敢若就是高雄。到现在还继续东拼西凑，瞎子摸象，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太可笑了。想要借由问我的方式来掩饰侵害其他人各自的疑虑，我不会随之起舞，我更没有这么笨啊。见证红这个是黄国昌请去金钟头翕的中央社记者谢幸芬，虽然已经离职，不过中央社也公布处分。谢幸芬违反着新闻专业公约、工作规则、含兼职、兼课加在职进修管理要点，封记2支大过。至于兼职的部分，我想。谢记者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看法吧。民进党甲黄国昌顶条条，黄国昌也翻头一个对方爆发，因的战争恐惊无这么紧就结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